你好啊，我係旺仔，嚟自送速遞。幫我開呢間旺仔南課嘅老師，一向都好中意諗啲題目，同大家一齊由故事入面學會計。最近佢話對必修部分有啲新靈感，就叫我親自速遞俾大家。今次呢條題目講緊一間公司叫做蘿蔔笑哈哈。呢間公司專門為香港嘅超市同餐廳送本地農場同入口嘅新鮮蔬果。而家公司諗緊喺大灣區起一個大型冷藏倉庫，去配合政府推動嘅北部都會區智慧物流樞紐，同埋 CEPA 入邊講嘅跨境食品專線。同時，食品安全檢測嘅標準越嚟越嚴格。面對越嚟越多國際物流公司入嚟香港競爭，公司都考慮投資電動貨車，同埋用智慧路線規劃系統去提升自己競爭力。A 部分諗下，如果蘿蔔笑哈哈公司想喺大灣區起個大型冷藏倉庫，佢哋應該留意啲乜嘢？ B 由全球一體化嘅角度出發，講一項公司可以因而得到嘅好處。C 除咗提供公平採購條款同準時俾錢之外，佢哋仲可以點樣對供應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呢？我哋停一停喺呢度，完成之後再翻嚟對答案。喺 A 部分，科技因素。講公司有冇成熟可靠嘅冷鏈科技，好似物聯網溫度感應、自動化搬運、慳電冷凍系統等，咁先可以確保啲設備夠穩定，可以長期監測溫濕度，減少蔬果變壞，同時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簡單嚟講，公司要評估冷鏈科技水平，有冇能力做到24小時全面監控倉庫環境，以確保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自然地理因素。倉庫最好揀喺近大灣區主要口岸或者高速公路嘅位置，運輸距離短啲，貨由農場送到倉庫快好多，蔬果自然保鮮啲。B 部分，全球一體化之下，蘿蔔笑哈哈公司可以喺以下兩方面受惠：科技轉移。全球一體化令公司容易啲引入海外冷鏈同物流新技術，直接套用喺大灣區倉庫同配送流程，唔使自己慢慢研發，仲可以即刻提升食品安全同營運效率。資訊流通。國際資訊走得快，公司可以即時掌握海外農產品供應、最新食品安全規定同物流動態，快手調整採購同運輸，減少囤貨風險，保持穩定供應。至於蘿蔔笑哈哈公司對供應商嘅一項企業社會責任，除咗公平合約同準時俾錢，公司仲可以為供應商提供食品安全同冷鏈管理培訓同技術支援，教佢哋做好包裝同保鮮，減少退貨同損耗，令成條供應鏈更穩陣可靠。其實向供應商提供技術支援好普遍，我哋除咗做零售，平時都有批發。好似最近有間酒樓想向我哋訂片皮鴨嘅餅皮，要求比我哋平時做嘅薄好多，咁我哋就同佢哋傾清楚厚度要求，再一齊研究點樣可以壓薄啲，雙方互相交流做法，最後成功做到啱用嘅貨。呢個就係提供技術支援嘅好例子。開旺仔速遞呢個新系列，除咗同大家分享交流，仲想加入更多時事元素，等大家緊貼社會脈搏。歡迎各位老師賜教，同時都期待大家留言，話俾我哋知你哋鍾唔鍾意旺仔南課速遞。下次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